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有吧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总股，强好的老后上人大嘴股，今日讲嘛个讲做头路嘅事情哦，做到头路吼，前途事情上离不开东区，也是大家心目当中嘅完美条件啦。不过做生嘅时节，上市会吃亏，係唔係大家為到錢、為到成法就看那個囤落去呢？你見唔見有這樣的誤殺後生人老大家強下來分享佢哋做這個太些事情咯，掌聲來歡迎。首先老大家小嘅係質疑。大家好，我是人生之喜個時尚本創上皮嘅質疑。當然仲艱苦，等下來講下本創上皮嘅故事了。第一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是認真做事、享受生活嘅李家哥哥。我咪想去享受生活，吼，等下老大家講下用辦來享受自家嘅生活。第三集老大家小嘅係白鉗啊。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吼。當認真食頭路，我是從拄到煩樣，拄到爛樣，我想我要踹回去嘅白鉗哦。不要這麼激動，還沒開始哈。第四集老大家少嘅係飛機呢。大家好，我係做東路頭路，唔過我係東長路嘅飛機呢。做按道頭路，係東長路，我咪想去按呢。第五集老大家小嘅阿小鳳嘅。嗨，大家好，我係一位學做戲古上嘅講法唱講古，要財貌雙全嘅小鳳。我們小姐可能多嘅哈，多嘅哈。卡掉。誒，大家都講到做事嘛，你猜從做嘅後生人都有做事嘅經驗。不過根據吼，你嘅網絡係人力銀行嘅調查，你下6.27%嘅上班族對自己嘅投入有滿意動態呢？大家就知道，故所就係講吼，你下青島上班族啊，做生意對自己嘅投入有很啊多嘅期待。你下就問後生人大家，唔知道有滿意目前嘅投入冇？總話會接觸到2份投入，總話會先出2份投入嘅，先來問白鉗。哈哈，我都唔滿意我哋下嘅頭路哦，完全。你係咩行對棚嘅呀？你係關鍵係講行嘅係地下，你根本要發通告係總白鉗，我唔記得我要發嘅連貫傳。係啊。冇啦，我冇喊錯啦，我係總白鉗啦。大家好，我是專業中英主持人 Breed 不來的總白鉗，掌聲歡迎。好，謝謝總白鉗，撒來溫聊飛機。冇啦，我會正經來講一下啦，我會正經來講一下。其實我做發通主持差唔多有2年嘅時間咧，係因為我寫時節啊，我看到人群啊，我看到人啊，我是話心中哦就是種吼。心中自卑嘅 spotlight 嘅感覺，感覺有人看我嘅，自家帶個聚光燈。嘿，我創起下來哦，因為我嘅家庭啦，因為傳統嘅價值啦，所以我是感覺哦，你要做得做我嘅頭路啦，你要是做得變成我嘅性格啦、興趣啦，冇想到呢，我竟然做嘅。spotlight 嘅工作，你看 spotlight， 哇！大家看下嚟就知吼，你嘅總白鉗哦，差啲講嘅連貫權。你嘅總白鉗哦，從細就懂好表演，不過無法度去發揮。你下眼就好奇咯，做乜嘅會接觸到2份嘅投入噶？之前講嘅係我寫時節嘅時節啊 ，spotlight 嘅感覺嘛。我當我讀大學嘅時節哦，因為我係正大嘅主持人團哦，該地圖嘅學長姐哦，當厲害咯。你一下我喺度講緊嘢哦，當厲害咯，談好咯。楊小黎學姐。有丁中，嘿，每槍來主持人推出來，還有吼主播啊蔡尚華學姐，所以哦，我老我自己講吼，係我係從正大主持人團出來，所以總得絕對總得丟了正大主持人的招牌。你現在已經丟了。我是扛招牌嘅。家白鉗講到真姿態好嘛，因為真姿態真見當有名嘅藝人員，像係乜嘅林依晨，蘇打綠，陶晶瑩，非常厲害。還有馬上地嗎？總白鉗。真嘅啦，講到人哋真姿態，有真嘅係藝人嘅第一把交椅。不過講到咧自由表演咧，真係咩係自由表演來講下好。其實我非常滿意我下嘅投入，唔過我做嘅投入，我問嘅
非常的发达，像我家就写斜杠青年嘛，我就做主持。抢先抢年，抢先抢年哦，我就做主持，又演戏又拍片又搞好，有段时间又配音，嘿，不过台湾喺前面3方啊，做青岛中青苔呢，後面2方有段時間才會接觸到。不過我講到我接到自由業者了，就投入以前我係做嘅廣播嘅企劃，就會對幕後轉到幕前。真係我一開始係兩個本天嘅薪水做嘅廣播嘅企劃嘛，後來一邊你做廣播企劃呢，後來我又接嘅廣播嘅主持。有時就喺我會做新聞，慢慢就認識到這位總幹啊，還有認識到人嘅客家嘅故事。故說我第一隻發動就係中會嘅潛衝會，係故說兩邊好剛才嘅中會，剛才嘅中啦，中牛歌啦，哈，剛才中牛歌哈，係因為這兩隻主持了後呢，後來就引來印度嘅邀請啊，有其他嘅主持嘅投入，就是我出手。我很後生啊，為嘛講我處嘅喺公司地位度嘅，應該要我冒險嘅精神，我去追求我自己嘅夢想，我就直接離開咧。最近呢，人講吼，劇夢會趕後生，一種決心不易嘅太嘅重傷，真嘅。這很大的決心才可以做這樣的決定。你有想講假使講真你去做個自由業，會做到某條路好做嘛？不安尼嘛？不過一下問你講，唔強用係劇夢。趕後生嘅人，係冇錯，因為我就係最後生嘅人，啲入去最後生嘅就係我啦。呢個講唔出來啦。OK，唔該你嗰陣係咪係勇敢追求夢想嘅人？一下嘅條路係咪非常嘅滿意？其實老自己差唔多啦，咪係做主持啊、形象有條路，唔過最重要係係主持，還有行業宣傳師咁樣。唔過我接觸到主持，其實我非常感謝人嘅客家電視台，非常感謝，因為其實我識睇做動感堂，因為我係細嘅實習成天，係其實我係蠻畢業，之中人就問我講，你啲啊戲劇好演，主題戲劇，你係我做乜嘅東西？我就經常，我就演技講，哦，我想我試看下主持，其實就會講一下聽聽啊，因為妹妹冇做過嘛，後面我實習以後呢，就接到呀客家電視台嘅兒童節目主持人嘅條路，我就想講，哇，然後嘅重擔責任本我就知道動感同動感在客家電視台，因為我係一個完全冇經驗嘅主持人。故說看起來，你客家電視台嘅所有製作人嘅行程都太亮，真件動態啦，完全冇經驗嘅人係唔會做呢。係啊，故說真件動感在客家電視台本後生嘅機會啦，因為嗰時完全冇經驗，韓國記定好禮拜6日節目嘅時間，一時天天我就錄幾日。幾日哦，爭到睇意思咯，係唔講咩動感差嘅時節嘅拖延，還有操偶司機非常嘅耐心啲講嚟講，我用嚟來做，用嚟做當會好，天天嘅來講嚟咁樣，我天天嘅綜藝啊主持嘅條路，我說對電視主持啊、廣播主持啊，都也係發通主持，雖然我自家啲講我冇拉穩啊，冇拉厲害，唔過為到一條路我會繼續嚟上網打拼，繼續嚟前進。講到動作，啲兩個沙灰，啲兩個石台，假使冇進步，不進則退。真嘅，進來進厲害嘅阿輝傾啊，講一下自己嘅經驗好冇？那咧下咧是種條路，客語老師、韓國寫歌嘛、韓國專案計劃、韓國說故事老師，我本佢分數。客語老師我滿分是10分，我先講。客語老師我本佢6分，所以我喜歡嘅程度啦。韓國寫歌我本佢8分，專案計劃9分。我最後嘅事情其實係說故事，我本佢10分。客語老師是係因為雙胞，我嘅東西我想教佢講下，所以其實誤打誤撞變成客語老師。和創作啊，創作係因為嗰東西嘅圖學教嘅小朋友去參加比賽，結果遇到歌曲授權嘅問題。還好搞，我先個歌已經冇唱，我選阿濤哥的歌，嘎啦咩？結果後搞子讓我講啊，你自己去拿授權啊，自己去啊。自己想辦法。係，我自己家去，結果他就跟我講很多，跟他講東都，結果跟他講，你自己家寫是好啦。係啊，跟他講，你自己家寫就不會有授權的問題。就因為壓地方。係，我是寫，結果第一條歌我是入選105學年度全國中小學客語合唱組國中指定曲。咁厲害。係啊，所以是跳下寫到緊。佢專案計劃是係因為跳擺起都自家寫計劃，自家送，自家執行。佢背後是係。
同到朋友去顶爱袂做了件事情，去可能爱袂要死嘅事情，其实本爱跳路啦。和两个最好嘅是说故事老师，咪系想说故事本双胞胎，跳摆其实只是故事妈妈，结果我没冇想到说故事这件事情，我就会传千。真嘅呢，完全味道聲音嘅呢。完全味道聲音嚇。不知道講到講故事，小鳳咩懂得故事好講。哎，講家輝經濟講故事，還沒懂得講故事啊。哎呀，我也答案不沒有講故事本扮演堂，錯嘛？哎呦，好啦，這就先講我嘅故事啦。因為大家講嘅條路咪吼，我做嘅條路咪吼，嗰是因為乜嘅？細細時節嘅年幼無知啊，哦，向教條嘅本國社會先生咪吼。送到客家戲可戲，係送到客家戲可戲，都係客家戲可，頭先講啊，頭先講啊。冇啦，結果按拄好就輔導嘅客家戲可貼嘅嘛，一套很好教，一套就套10年，係冇好套噶。結果我畢業以後加做戲嘅時間就17年，係就按叫啊。畢業以後莫名其妙就做先生嘛，吼，啊做先生就啲苗栗咧國小。就做搞戲曲嘅先生，唔過係搞經費式的，神槍經費嘅啦，係神槍經費嘅。唔過入公司才嘅就算流浪教師，因為嘅課可能36節，搞太就冇，係，即係我想講，按你嘅想法係種唔係我想愛嘅，我想愛改變生活，今年按拄好104年，我搞嘅學生我就得那個漢語選拔學校，客家戲曲比賽第1名，全國賽。哎呦，小鳳先生哦，哎呦，小鳳先生，很厲害哦，很厲害，哎呦。今年要演不了嘅年紀，鼓手上來繼續來搞好冇？有冇？冇，因為今年咩吼，104年按拄好就係小湯圓出生的那一年，是豐收的一年。哦，反正我就是哦，就參加個機會啦，就一個漂亮的轉身，就背向教學，走入家庭，快是上班嘅。那想得太美好了，因為真上來上班咪好，跟薪水咪好，唔拉，一個家庭的開銷唔拉，鼓手還沒老自己用用，咪變成斜槓青年，就開始假日要學做戲啦，閒就來寫劇本啦，啊拜日到辦公就上班啦，有閒的時間就錄影啦，跳班還有高考。真嘅呢，對啊，就開始咩喺按你斜槓青年，反正有後週哪裡有洞我就鑽，硬來硬起來。你來一下，反正大家嘅經驗吼，觀眾朋友們想下跳擺做跳舞嘅時陣，廿個心情很樣板。等下將來可以繼續來問小鳳跳擺做藝術家，都聊下做上班出嘅經驗，起碼該聊下閒聊一下了。鄭重聲明，改成我係繪本故事老師，我每個水果系列的姐姐，我美奇異果姐姐，你可以硬一下。係啊，你要我唱要跳，還要說故事跟冇口呢？所以我唔係哦，我唔係。到巴通來簽訂一個暗部哦，暗部哦，呢會係個企業年度嘅運轉通知哦。你講，你走帶律動嗎？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岸》節目現場哦！你下水門黃小鳳咯，跳擺做嘅藝術家樣嘅嘛，你下要做上班族，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個心情嘅轉變咯？跳擺做表演家下嘅真嘅係藝術家啦，係啊，就是講唔係為到講做下表演，係為到講我賺幾多錢，一單嘢就係練嘛，個派嘛，嚇研究講用嚟做戲，用嚟教學。用嚟寫劇本，但其實咪後來換算那個工作時間咪哈，係不符超時啦，嘅不符成本嘅啦。唔過後來公司才按你轉變來，就知道講按你咩嚟上愛，因為我1年哈特別做表演，1年我差唔多有2個月，而冇啲台灣，我出國去表演啊，按你冇法度啊，故說我知道按你表態，啊然後去上班啊，所以係正確嘅選擇啦。佢冇吃到跳擺，連累積嚟到才能經驗，不用太當大爽。哎呀，他轉戲咪哈，那莫言我來講，爸爸你去哪裡呀？你要不要洗澡啊？我說我工作啊。哦，你好累哦，來我幫你拍拍，你就知道講，很大氣，不會可惜啦。其實按你不用太不會可惜啦，因為人家講沒有小孩子的陪伴，講乜嘅？愛講生意嚟咩嗬？講簡單，係你愛學佢較難，學嘅其實嘛算簡單，
你要搞起，很难难，搞的那魔术嘛该，真正有时间排声音的，俩真係最難的。我總係知道用得冇嘛該啊，係啊，要係要客家電視台按下載，係嘛？要人係演出來，好嘛？小弟我講兩句，才是唔記得。伊就會讓人家嘅太強別，讓你太哎呀，你肩推真係好劇啊，好嘛？係啦，大家都講到咧，下做頭路吼，真係係成就感，大部分人咧就嘅快樂天空，就因為咧成就感真會做成。不過一開始做咧之前，會一直會想象捱做咧條頭路會得到嘛解。不過真正去做嘅時候，敢會有檢查。一開始執行嘅時候，唔知道那邊有檢查咯，師傅。當然有檢查啊，因為我頭擺咩好，我是知道講上班係嘛解，就像嘅哆啦 A 夢。大雄夾爸，唔係哆啦 A 夢夾爸，唔係哆啦 A 夢夾爸，大雄咪，跟男主角唔係大雄，還有個蠟筆小新，蠟筆小新夾爸，那就穿西裝咪，安尼去上班下班，大陣嘅就有錢好靚。哎呦，卡通看聽到，上班冇按簡單，一去上班咪好，動到東西係好搞毛嘅，係像客戶人要買一個東西，揾高橋，結果買以後。客戶講：我買唔錯了，好做在推嘛，我好是冇命嘅，因為個東西可能係歐拜嘅商品，做在亂做唔得推，用個啥萬高橋嘅東西啊，你就做唔得跌設計，係嘛？你要攞佢處理到圓圓滿滿嘛，佢講冇嗌讓你轉賣好嘅，賣本便宜，唔過發現乜該收那個錢，嘅物流啊，送過去個送轉來那個物流費，還有嘅發票。退換貨手續費，啊那些錢，不過客戶講，我公司的賬款咩哈，就總得做這個賬啊。因為某一樣東西，他如果做這個賬，就代表講佢喺職務上有疏失，佢不想要留下污點，冇法突然去處理，他就換廠商。啊，你用幹啥？有時候你就想，你不能做這個賬，按你後來，就來處理講，讓你分量概念，你的量概念所有的東西可能就加上一點點錢。本來大家以為耗材有冇，但禮拜就加一點點錢，把那個錢分攤到嘅上面去。有當多東西學校唔可以搞嘅啊，不過客戶唔可以搞你講，你要用嚟做，只冇人講有法度處理嘛，喺冇法度處理我就彎。古時我知道，呀職場上面哈，真見當到不一樣的轉變，那個困難。真見哈，你都自從做頭路嘅時節上市哈，嘅頭腦會痛，會痛清潔。你是做到事情嘅時候，我要想一下，你有嘛個嘅方法 A B C D E F G， 你嘅列出來，看哪一隻較好做，哪一隻去好去拼好勢來吼，嘅飛禽吼，老小朋友接觸，咁有較好勢。那講嘅是客語老師，因為你看哦，我呢度學校上嘅係客語，另外都還會有比賽，客語朗讀啊，客語演講啊，他學校是當好成員去參加應該比賽，因為係那種學校是當入免資嘛，可是你看哦，我上課。然後落去準備比賽，根本是冇時間啊，所以兩回讓我當初設想的是就有落差很大。完全冇窮。韓國人家在頭路根本是沒辦法養活自己。係啊，漢南會這是係說故事老師。因為我剛才頭擺比較早期一點的時候，東東館舍中心去講愛講故事，和聲音的來談愛講。可是我發同黨部明明是著名親子活動，所以我要談言來愛嘛。可是見到聲音的圖來，我是從托兒所安親班老師，係呀，所以之後我的活動啊都會特別注明，那係親子活動，就係爸爸媽媽一定愛做。係，嗰度要對也愛，知道要親自發通，又係免費嘅托兒所。圖來係啊，佢睇見可能是賣菜啊，媽媽是寫掉，那麼我就變成托兒所老師。係啊，他用啊鄭重聲明改寫，我係繪本故事老師，我老成日同我做嘅事情係讀繪本，我每個水果系列的姐姐，我美奇異果姐姐，你係印尼啥？係啊，你要我唱要跳還要說故事，跟冇可能，所以我唔係啊，嘅水果姐姐。你講我係頭
他姐姐，因为人家讲讲上上老周一定会有青苔嘅检查。不过其实我感觉我还算顺利，很有幸运，因为我出来嘅时候一直读到青好嘅，青到嘅贵人啊。我感觉最大嘅检查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读到跳到好人咧，故说后来我读到有啲唔客气嘅创伤啊，还是主办单位啊，我就会有点吓到讲哦，原来社会系按电影讲啊。真嘅就会读到俩都好人吼，你都会好人，鼓手让本你知道，俩社会无恶人。懂你吗？懂你好。不要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了，快出来！好了，这讲到了社会险恶哈，因为上年本人喊哪底，给上年都中白强。有嘛个社会险恶的经验？哦，讲到了，我就当到故事我来老大家分享，因为来当阿无，像我第一摆哦去参加吼六人嘅节目个，六人嘅节目吼，我唔想来老大家讲哪一只节目啦，因为当救命啊，讲出来我会杀头啦，因为哦，我去参加个节目吼，结果咧我动作很早嘅时间我是多的哦，结果我点，长到就2点钟。嘅时间哦，完全冇因为咧理解嘅，冇参與，冇去參與嘅。好，我講講，正經咁好，結果咧最好笑嘅嚟哦，結果我嘅通告費咩車馬費，因為凍少咧，車馬費韓本介紹嘅，你全拿鐵咧。你去做嘛？我唔知啊，露面啊，因為我凍嘅單刀啊，好啦嘛，韓劇哦，除了韓劇除了六人嘅故事哦，韓劇我主持嘅故事，就禮拜哦，我接到這個法通嘅繞牆，係嘛？繞牆，佢講吼，因為我嘅法通哦，你是愛主持嘅開場，韓劇嘅抽獎嘅部分，我咁講嚇。開場和抽獎，咁唔係整個節目，奇怪咧，我用家實報價咧，結果我想講啊，咁係我提這筆合作嘅機會，所以我想講冇經驗，我先識到咁提這筆嘅機會，我做啲後來嘅合作嘛，結果我是對半砍價播出去哦，結果當然選到我啦，結果咧，佢選到我以後哦，報價完畢哦，佢講哦，咁串場部分你是會去上台講話。結果咧，韓地安樣哦，結果咁就外賓，你是會講英文哦，因為現場咁唔是口譯嗎？現場口譯，結果我反應了，我講安樣做唔得，佢講好，我是加500塊給你。他就講哦，航白，我都會漲發，另外一隻案子不一樣樣。結果佢韓語版應該冇咋個情義嘅吧？其實講起看，還真緊張呢，你還真緊去接，還真緊去接。係好朋友。唔係好朋友，我接了之後，我得到教訓啊，所以哦，我是用我正常嘅價錢報本機啊，後來報本機咯，報了咯，結果咧哦，呢個開窗嘅時間你做啲重告嗎？我是想講哦，好啦，是就是分眾啦，是還會做得啦，結果。史上最好笑，我冇誇張，我冇好笑，正經哦，到發通嘅前人一個暗部哦，因為係個企業年度嘅運通費哦，佢講你走帶律動嗎？帶律動，水果哥哥咧，唔但強，佢講吼，因為自家殺嘅，你計舞跳 How to dance， 你要自家殺嘅呢？前人嘅暗部嘅時間呢，我完全冇時間跳，我完全冇時間練啊，結果。我是講，該聽少咧哦，你是會價錢不啱哦，佢是講你聽貴咧啦，結果咧，我是講哦，好啦，我跳啦，後來我是轉換想法講，哦，還有提300，做啲圓通，做啲圓通 ，maybe， 做啲鏡片，做啲鏡片，冇聽錯係。天公巴為本藝機會吼，訓練藝要當到多元嘅能力上嘅，本藝除了會主持啊，還會唱歌啊，還會跳舞啊，還會英文啊，還會不啦，所以吼公關公司。
來請來。夾夾幾錢？波先夾夾幾哈？係啲聲音就咧做當多嘅事情。咩啦？講咗啱啊，其實喺你家做條路以前，然後做條路過後，你心情上面有乜嘅正常？係，像日日下做主持先生，其實係都會動順線。不過其實係都邊啱嘅時間，我尋到一條路。嘅時間面試嘅去揾到穩定嘅主持人條路，穩定主持哦。我想講哇，一太公司穩定主持知道我懂好誒，當然都係主持哦。我就喺面試款啊，嘅主管就同我講，我中好因為安尼嘛，有主持當前年冇主持好，安尼就做嘅變是嘅記者。我想哇，懂好誒，都邊啱好東西嘛，以後結果我去上班咧，我唔知我從哪邊，因為啊，嘅兩個部門係完全冇共用嘅。古時我有兩個主管，我喺做主持嘅位也咩唔係，做記者位也咩唔係。我喺搶架，咩我搶嘅主持嘅主管，咩我搶咩我前面嘅記者主管，出動感嘅我喺動行唔掂喎。有一班我全部我主管講，我做啲做咩事情喎？做啲係我來做啊，搞我啊，佢就講。有哪個主管啊？你可以請哪個嘢啊？完全是人情。係，完全就是從因為你從到有共用啦，真嘅從有共用啊，就請哪個主管嚟？我就講，主管做啲搞我事情嘛，因為我咩冇我事情好做嘛。佢就講，唔是啊，你就告天咯啊，等下就下班嘅啦。哦，係躺起來當爽快啲咯。唔過當然後真嘅係我5點半對桃園出發到台北上班。浪費時間冇好多東西，落差非常嘅大啊！係啊，唔知解做乜嘅，係咪？唐原來參加督導嘅經驗真見當歐巴，你都做些嘅事情，要督導韓南做嘅歐巴事情嘛？韓國督導了嘅歐巴事情，每有乜嘅 SOP 咧，聊下先聊下，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嘅時間嘅出嚟一下嘰哩呱嘅人，你當佢上班咯，都係帶定再拉嚟上班。想問一下，你哪個時間冇嘰哩呱？你冇先至係捱嘅門廳，係你嘅門廳。係唔係捱，唔係捱，唔係捱。第一日冇訊息，第2日冇訊息。我感覺唔錯咧哦，奇怪咧，我個機票即刻刷卡呢，我個費用誒，完全。廉價勞工誒，國際志工誒，國際志工都好笑誒。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觀嘅節目現場，剛剛講到聽到嘅吃虧啊，冇合理嘅事情，督導案呢嘅事情，你有乜嘅方法，有乜嘅 SOP 去解決呢？啊，小鳳，我來講嘅地下 SOP 啦，地下 SOP，係就係講不能搬上台面嘅啦。像比如話來講咩有啲客戶咩嗬，真見當歐巴，佢咩嗬，你老佢談價下咩，佢你動態權哦，本意係講，你老係。配合咪好，唔係講我愛買東西，你買咁簡單，我要互相理解嘅關係。哎呦，比如翻來講咪好，有啲東西咪好，用嚟去回收，嘅回收係有錢嘅，嘅錢係咪算公司資產？我想辦法，冇一塊發票，冇一塊收據，冇就報廢單，係有幾種係樣嘅，叫我買 ABC， 然後讓拗嘅1、2、3商品。我講用家曬嚟冇講係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叫我買 ABC， 我係送佢1、2、3啊，就留嘅1、2、3嘅成本，然後佢變到嘅 ABC 底部。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因為下巴唔是錢咧最貴嘛。係啊，古時候咪好冇關係。見用嘅來對眼，就用嚟對佢，反正少面嘅冇。真嘅好重就會好重，因為幾時我啲公司真係唔掂用埋嚟 A 唔掂。你冇行過功夫啊？幾時你行功夫行慣咧？係真係唔掂用埋嚟做，幾時正嘅出嚟一下嘰哩呱嘅人，你當佢上班咯都係帶定再拉嚟上班。想問一下，你哪個時間冇嘰哩呱？出嚟上班嘅時候，當槍自閉而強用，真嘅當槍自閉而強，就帶定再拉嘅，唔掂用埋嚟 A 騙人。講主管係我做咩事情，我講好冇問題，唔過我先做啲翻白眼。故所啊，一 SOP 哦，吼，我就想講，迄個我辭職以後，我聽錯，我留給主管架上的感覺。我留主管架上，但是有吃到係唔係唔係做自己負累嘅事情。係啦，冇唔錯。但係這種事情真係會牽到 voice 呢，係唔係？唔過最近頭擺有個人情壓力，你可以督導人情壓力嘅時間用辦來解決咯。人情嘅壓力，剛剛講還得特別就是朋友感人情壓力。真的，朋友幾多人講啊，幫一下忙，幫一下忙，你開場來唱個3分鐘就好了，3分鐘，3分鐘用幫一下，
忙，系啊，经费有限，嘿，其实咱讲安因，买共体时间。系啊，所以你看，拄到安因，特别俺自己我是想讲，哎，好了，帮一下忙，帮一下，俺自己帮忙。可是你好，俺无可能顺路嘛。比如说那天又穷在演出。一样的地点顺路啦，刚开始好啦，帮一下忙安用因，系啊，猫是直接封杀，偏就没走的那个封杀，是嘿，你可能下到10个亲爱的时间，还是会自己会考虑啊，会考虑哈。真正聊聊到影会讲哈，我帮你，谁帮我养家？是，系啊，志颖哦。其实俺俩最唔擅从处理还是钱嘅问题，像俺嘅师傅啊，把强都读按钱系冇，系古时候俺哋喺训练嘅过程吼，像俺之前没有读过钱可能一开始冇讲清楚，后来才拿到1/3嘅钱。不过俺又记得咧只教训人，古时候讲，你大拜老人家讲钱嘅时间，咩冇听排泄讲去客厅啊，咩唔是听下去，因为应该讲嘅就会讲清楚来啦。还有推说喺俺嘅朋友有来讲，唔得，最好总唔得用天发来讲，我留嘅信息，按用账号，有文有记啦，有记了，按用你讲清楚，嘿，按用的用啥都有保障。你喺你一定要讲清楚，你期待梦见咧7条歌，对啊，大有大意唔一样。我看唔到黑嘛。对啊，就按照 UP 哎呦。对，我们这集是在 sell 那一天，对啊，真给家自己的共同白纸。母资，而来当清楚了，莫要聘后生，结果你反悔不承认，系咪？两种事情，有一给你当重要，其實人都裝白強，佢當要見呀。我以前聽我講，你阿姊吼，真緊係為到我食炸嘅咧啊！即係為到我前幾前後拄到個好。會個事情中到咧，真緊吃到前幾千哦，吃到前幾千哦，我食到好這個，我完全冇合作過跟天發，係我個救火的主持哦。等一下，我先確定一下，你確定等一下不會被嗶嗶嗶？我聽 up 咧啦，認為吼，幾棟奇怪咯。我完全冇合作過哦，幾時打電話過來，我就直係發通嘅主持嘅案咯，係背到泰國國際主持人，我上我去啊，結果咧我故意全副嘅資料搬機之後，佢講排先咧，因為主辦單位有客戶是寫某一個主持人啊，所以你哋下先唔死啦，我講好算咧啊，結果咧，咁冇結動你。去傳訊息讓人講都好剛好是颱風嘅時節，是講因為颱風啊，所以原本嘅蛇來嘅主持人就冇辦法去咧，所以你有辦法燒走背落泰國嘛？燒走呢？我就講因為很緊急，錯冇？我想講提出嚟合作嘅機會哦，我因為撈機上，所以我自己刷了機票哦，我自己刷哦，很好心係嗎？結果我想講到現場到現場哦，漲落撈機講啦，撈機2000啦。結果到現場咧，我做咧主持了哦，我講變動咧，我要寫東西啊，佢講該外片嘅東西唔係當貴啦，咁貴唔貴嘅問題，我到了做條路呢，你冇準備食嘅東西本來，我食物嘅我食屎啊，後來咧。後來，我熱錢門機哦，門機我嘅錢啊，我主持嘅費用哦，我打電話，我到台灣我打電話，本機嘅時間全講好咧，白紙黑字咪講好咧哦。結果我熱錢到現場，熱錢門機，佢講我一下冇慳啦，我一下冇慳啦，等到主持之後，你上來讓我講啦。結果主持真緊結束了哦，結束了哦，我老佢講主持嘅費用哦，馬上你做啲本嚟咧嘛，佢講排先呢，因為我嘅現金啊，全副本跟寫模啊嘅主持人啊，你到推翻嘅時間，你是啲我嘅費用誒，嘛嘅係現金嘅問題，你冇現金係我嘅問題，係你嘅問題啊，唔係唔係，提呢筆合作嘅機會啊，我咪撕破臉，結果在喺台灣之後哦，我等1日冇訊息，等2日冇訊息。
我感觉唔错咧哦，奇怪咧，我个机票一卡刷卡呢，我个费用完全。廉价劳工国际志工国际志工更好笑很有爱心。我是穿裙衣，穿裙衣不衣哦，我讲费用咧，几时讲哦？几时穿裙衣装不来讲哦？认为哦，你系临时时间，你冇彩排，所以客户会扣你个钱，扣5000扣，你看到，嘛个系5000扣，了解不爽快哦，分3个层次哦，还有3个层次啊，3个层次哦，体这个层次嘿。还有嘛？该我讲。车马费，最欧巴嘅直接备款，只有吧，你失手哦，你完全冇看到，紧紧，来，观众朋友看好，嘿，你讲事情，你讲，你会训练你沟通嘅技术啊，你沟通嘅方式啦，记好。冇想会让你沟通，你起价汇钱不你，是从你去逛夜市哦，挑价让你讲200块，你讲挑贵嘞，来塞50块钱，走，汤鱼嘞，酒鱼嘞，完全看唔懂你嘞，我喊你按到，哎呦你，马个公司，你讲总看天使黑吗？对啊，搞不好他是他当你嘞，抗英很，就算还抗英哦，没客家支持。好了，这么唔讲到那个八条按结通的故事，你有嘛该想法？我老爱先前节目对所有之前的抱怨咪好爱舒服，根本就冇什么嘅，而就说一粒啥，铺上来就冇诶，人生励志啊。八条吼，人家人生色彩懂气场吼，懂嘢的。不如讲下，主题咧，懂惨懂악嘅故事，有嘛该懂甜懂歡喜嘅故事呢？有啦哦，還係有吼，還係有啦。其實每日動作嘅鬼音啦，認為哦，像我之前吼，我前幾天去高雄做這個高雄巨蛋動態嘅主持哦，5度咧，我感冒了，還冇上映咧，都發通。一開始之前哦，差不多30分鐘之前哦，我開始我個上映本來凍喉糖啊，凍喉糖，結果我個上映變了，寫上，嘿，完全沒主持應該上映啊，結果按到薛仁姐嘅經濟哦，凍喉哦，薛仁姐做到凍醬哦。土愛哦，大愛哦，到高雄嘅街上穿高跟鞋，大愛去簽診所款線咧，梗係8六嘅安部嘅，根本冇嘛嘅診所入開呢，梗係凍喉感應，還有王子哥認為吼，前幾天認為插佛嘛，總冇辦法走條路嘛，佢吼。一代很整箱嘅人參飲，大佬應該不愛啉嘅，還有因為我插佛，宣化姐我有先來講宣化姐，佢想因為我冇條路，所以我冇錢，佢想我會發主持嘅按呢半年，喊我我會加你嘅薪水，我看到你係我嘅知心好友。嘿，他就周姐哦，来做记者会，给主持到世贸日子冲主持，每日我应该插佛，我坐轮椅哦，这样3轮车跑得慢啊，来这样行去哦，佢冇喊来去到舞台上主持呢，佢本来初年那个。轮椅3轮車上主持咧，雖然咩係當好看咧，不過佢本來安樣樣，還本來錢咧，唔強嗰個錢。真嘅啦，其實八強真嘅係有拄到好嘅創傷、好嘅觀念嚇。大家咪想下，即個咧做條咧處理壞事，係唔係有拄到好事？假使拄到了條壞事，即個心態要用辦來調整啊，韓國要用辦來創傷，然後主管來溝通，了下先了一下了。10年呢，營養下缺斜槓青年，董某行前難穿，都強。有北強師傅講嘅佢哦，我再念啦。如果你啲職場上遇到嘅困難，我睇喺藝人啊，就是講也係上帝咩嗬，會擴充你的容器，不能太有能耐，嗬，而將會本書安嚟考驗。我係知道啦，不過乜嘅事情，三條油碰水就會流，乜嘅事情就有給嘅保證。不愧是人哋嘅職場老油條。
欢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啊！你下只想到講中北向健康嘅事情，拄到按唔好按衰嘅事情，實在同艱苦吼。唔過你下問大家，假講到按多事情，你下限啲嘅投入地位冇，做嘛間有嘛間現金，本意想要留定你嘅投入嘅阿小鳳。你就假講嘅嘛，你下就斜槓青年嘛，就嘛該投入就都會做。古早你下就講總共一句啦，就講你下社會。一張嘢食飯那條路冇好錢，唔過冇關係。後生人咧時間分配得來咩吼？你下3萬計3萬計3萬，安尼掉去咯。慢慢沒有希望做得穿到一張嘢食飯。真嘅，那太正面了，我不行。我就想講，嘅家事要做得結婚4-5點鐘，挨做嘛要結婚2點鐘。阿輝，你知道？那其實要招風孔用，我們洗澡跳舞都是正在進行式，都很喜歡啦。係啊，和走療美動其實都得心應手，和愛切對唔不容易，因為人家全部都係自己好做嘅事情。韓國時，因為人家都自己全部都從0開始啊，好不容易又。進步一點點成就，所以應該一定不會放棄，絕對不會。就好不容易已經開始了，結果講到做到一半，你用可能不容易，那動到投入吼，對，動辛苦，不過你自己要沉浸在裡面，把那個辛苦的方面，所以人家念頭來講，可能就會正面嘅能量，你下還有，哎呀，蔡總按到主持人，然後還 Q 我們都會主持人嘅，阿志也先來講好冇？其實我哋還做一啲在正面嘅動作，因為呢，我講講我還表面唔拉久，因為我講我哋在正面係需要時間嘅累積嘛，像我們請好哋在正面帶俾我嘅成就感嘛，還有挑戰，嘅就我希望做啲更後生嘅時節繼續上網達標。嘅理解咯，非常同意自己講嘅啦，雖然呢，營養下缺斜槓青年，懂某行錢難賺，太懂錢嘛，不過我就至少係做我就歡喜嘅事情，當享受下工作嘅成法，能夠做啲認識同到目標嘅人，故說我做按用歡喜嘅做條路係最重要嘅啦，唔係繼續上網打量就好咧。好啦，鍾伯強，你來講。係因為啊，我拄個動到嘅貴人啊，你係貴人吼，對我嘅恩情啦，係我熱切堅持做主持最重要嘅關鍵。所以我本來講吼，哦，我受人幫助，我受人嘅疼受啊，所以我會做一個疼受菩薩嘅人，本菩薩透露，本菩薩切，大家向下傳千。我做一隻舒心向下，唔係做一個舒心向上嘅人吼，真嘅啊，因為大家都正能量太爆發。大家吼講到按到到底幾時節係用辦簽到樓主管係個創傷來溝通嘅方式，伯強先來講好未？其實啦，轉念很重要。我相信有認為我感覺哦，我簽到機啦，因為我唔知幾個名啊，唔知幾個公司啊，所以我時候轉念啊，想講吼。說不定冇聽錯吼，老天爺會從菩薩嘅地方，另外一個地方吼，本來機會一結果呢，竟然哦，本來香港哦，同一個月哦，本來香港的主持人呢哦，所以轉念很重要。自己來講一下，好冇用辦來創造啊，主管來溝通咧。其實剛才北強線上啊，分享青島，我講好許多青島嘅東西吼，順風吼。那我感覺講真嘅啊，人家會寫合約，按樣當保險。不過一開始本創從皮嘅時候，真嘅會非常嘅實質吼，會講講為乜解要輕啊，為乜解人都得按衰嘅事情哦。後來我發現講，我一開始對創從溝通嘅事，我會看強我切㗎，因為我講講我很後生啊，你本來結婚嘅就會什麼咁車咧。不過後來講，就算你係後生人，還可以有自己嘅堅持嘅地方，自己嘅原則。故說那係真正溝通冇辦法好嘅事情，我會堅持起來原則，咩唔需要本人家欺負。真嘅，我嗌說本廠商皮到真嘅係唔點解講嘛嘅你們，我聽咗老師講，學習個學習，但係都係有正面嘅態度啊，用未來嘅工作啊會較順利啲嘅。嘅小鳳啊，有北強師傅講嘅句哦，我再念啦，如果你啲職場上遇到嘅困難，我係很矮人啊，就是講也係上帝咩吼，我擴充你的容器，本較有能耐，吼，提升我本書安尼考驗。我係知道啦，不管乜嘅事情，石頭要碰水就會流，乜嘅事情就有家家的風順。不愧是人哋嘅職場老油條，乜嘢老油條，老功夫啦，我講翻喎。係啦，
就是你自从的老公夫讲的动错，就迄拄到了的困难，迄即个变在想法去想了着，迄本来你慎重的养分，你哈本太家讲伊句话，对于主管也还创伤，唔想爱讲嘛该喏，阿姊。我什么感谢？以前对我亲好嘅创伤，调家主管还有贵人吼，什么唔对吼，因为哎呀，你个世界真系讲有魅力咯，还有对欺负我嘅调家还有创伤，冇要紧，虽然你以前欺负我吼，我也下我咩唔会咬呀，还有我会轻强啊就。你就等等吼，还爱我讲出你嘅好上太上讲，我真係好大家 I love you， 最後重要嘅來嘅，我哋下親友係我還有拍片啊、主持啊、影下嘛嘅，大家親兩來吼，親兩來吼，什麼感謝？不要趁機打廣告。好啦，阿嘉。係幫我打廣告，同你哋感謝同到啲閨人啊，還有朋友啊，各行業啊，係我本來幾非創傷啊，係我同到手機按你本來嘅銀行，我都知道懂感謝什麼什麼，只感謝咩係好上太上講客家天使台啊，這樣有點狗腿吼，冇啦，因為有客家天使台，我真會行嘅主持也調多嘛。唔過我咪要對我嘅主管吼，嘅嘅主管講一下。伊真件懂皮，韓國嘅看到伊出嚟想嘅，要嘅攀木主人地方，唔過冇相關嘅，以後呢會比伊較強嘅，咁所以呢，大家咪愛多我喺打廣告嗬，一下嘢嗌廣告嗬，大家咪愛要嗌動行我嘅。好啦，阿會見可以講，咩話嗌哦？你壓咗，你唱到，會見可以講。從應該咩嚟講？感謝嘅好上太上講。我係原本係咪即做啊？係冇。你劍管嘅唔係劍中將係扮中劍，你好冇？係啦，好啦。係哦，我其實都已經很不會講錢的事情了，所以大家拜託唔好再講傲嗌咧，唔好再講便宜咧，係冇？係啊。但小鳳我係感謝萬英，我較正常啦吼，我先感謝頭擺老東家嘅頭擺用盡嘅參考總，因為佢我從細就啲嘅嘅變好嘛。伊本來成長的環境，故說我知道因為我有人生的規劃，將會離開，我慢有轉去當你天數哦，做救火隊哈，不免俗的，不要感謝客家天使台，好上太上講，或者機會吼按下出來，然後嚴進來哈，我還被侵害咯。哦，基本大家吼，跟南太極比嘅功夫吼，一殺比一殺還那厲害呢。你講啊，因為北強師傅請來講，我也講過吼，我會感謝嘅貴人啦，唔過吼，我嘅廣告專業組中英主持人多了哈，唔過吼。我喊我做美麗的結尾咯，因為我可能我聊下冇那裡唔啦，做啲吼本來就自家吼爭一口氣講，本自家撈自家講話啦，唔過有人嘅我一定會創設我自家嘅那裡，去到看好嗰個位啊，是係為到有人嘅吼，我做啲有我嘅皮控對嗰種衝，嗰種嘅嘢我講吼，錯本呢嘅愛吼，錯本呢嘅愛哦。你愛答不理，根本應該來，哈！你高攀不起。好什麼給打叫，最近都未做戲哦。其實大家有講到，像你 man 字底部有講到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係咪就會講你田公伯吼，會俾你嘅訓練嘅機會，讓正面來想吼，正面對人嘅困境，坦白度過嘅困難，你就成功機會向上行。下禮拜同嘅時間，你繼續來收看《超上太上宮》，要太上宮。